后来，过来要提醒咱的劳工朋友，申请领迄个劳退金的日仔是真重要哦。有一个劳工选唔到日子，结果伊的劳退金是减领22万，这是啥物情形呢？咱做伙来看。 劳工朋友要注意啊！认真做申领退休金的时，其实清领劳工退休金的日子嘛真要紧。新一个劳退基金2005年实施，差不多700万人提缴，头家逐个月提缴薪水的6%到劳工个人的扣除。劳工局会伫当年3月依照进行一年的投资了还是赚来做发放，还未公布的话，就依照已分配提早计算。不过，有一个姓江的劳工，本金是211万，照例来讲，累积是会使赚80几万，想袂到去年因为疫情影响了伤济，伊甲算算4个月减领22万。 进来申请的案件，因为预分配的收益会影响超过1万元以上的，那么也特别呢发函来做一个提醒，劳工朋友想要撤回的话，那是可以跟我们提出申请。但是如果已经核发之后呢，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撤回。 真正了有够多，爱保护自身的权益，建议乡亲一定要上劳动部依法的系统去试算，就使看到本身会使领偌济钱。去年劳动部已经寄出万几封的批，有3300外人撤回申请，就等节后，也就是有趁钱时才去领。提醒乡亲来加上网络看基金运用的情形，安尼较袂吃亏。